今年诺贝尔奖公布头一个成绩奖是美国甲日本三个学者做伙得到，因做的拢是甲调控免疫系统有关系的研究，成果是会当为自体免疫疾病、器官移植排斥、有癌症的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其中得奖的一个美国学者，昨拢找无人，听讲伊是去深山那来爬山咯。64岁美国学者布兰科报名后，美联社记者就问报喜查询，才知家己得到2025年诺贝尔生理奖。I was sound asleep. I looked at the phone and it said Sweden. It was some weird number, and I silenced my phone because, I mean, spam, right? She knew she was not supposed to be the one to make the announcement, but it was the only way she could get in the house was to say something to my husband like, your wife has won the Nobel Prize. And甲布兰科斗阵研究的美国学者兰斯德尔，因为爬山关手机无确定什么时阵会通知伊得奖的好消息。They still haven't found him. He's like backpacking in the wilds of Idaho, and everyone keeps asking me, how do we reach Fred? 今年诺贝尔生理奖是予三个学者，分别是74岁日本学者坂口志文、64岁兰斯德尔加布兰科。坂口生在1995年发现因互身体免因为自体免疫疾病调节性 T 细胞 Treg。布兰科甲兰斯德尔了发现关键基因 FOXP3，决定 Treg 细胞形成甲控制 Treg 细胞的压制能力。FOXP3 若突变会互免疫失控。三学者发现对医学界的自体免疫疾病、器官移植排斥、甲癌症的新疗法是将有帮助。それに対して免疫反応が起こらないようなメカニズムがあるわけですね。で、この性T細胞というのを標的にしまして、それを減らしてやりますと、この免疫反応が上がります。で、ということは、がん免疫に使え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坂口甲兰斯德尔甲另外一个美国学者，伫2017年就因为 Treg 细胞研究得到瑞典的克拉福德奖，即马阁得到诺贝尔奖的肯定。三学者共同研究已经促成200多项的临床试验。得奖学者也要分享1100万瑞典克朗，差不多3573万台票的奖金。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